讲到这振兴5倍券还未实行，不过真侪小店也烦恼讲，民众拢会去走去大型卖场消费，根本未受到5倍券的庇荫。今仔日就民间团体含地委做会呼吁政府，爱甲5倍券限制用伫受影响的行业。 已经开放室内食食，但是素食餐厅内底也是无人坐落来。生理要恢复，唔知阁要等偌久。虽然行政院准备要发振兴券，不过对一寡细间店面来讲，其实有淡薄基本。如果以去年，因为去年的氛围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，哦，那所以说这个时间没有拉长一点的话，其实效果没有办法显现出来了。而且你又规定说要不要找零，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很麻烦？ 对啊，有人嘛烦恼，那照去年安尼发放，其实有真侪消费者拢行去大型的企业，细间店面颠倒食无，所以基层嘛有意见认为，即个若发振兴5倍券，政府应该照过去各部会纾困经验来建立名单。嘛有民间团体表示，爱限制敢若通用伫受创的行业。 才对。振兴券这边是希望说可以做一个诱发型的这样消费，包括这个餐饮、旅游、运输啦还有这些小微的店家嘛，因为顶届发的票券上细张是200块，立委呼吁政府即届应该规划100块的部分，特别针对细间店，嘛互票券发挥上大的用途。吴慧君那位部会代表是表示，会将意见予行政院。记者田阿木刘水采访报道。